后来，这个华航甲诺富特饭店爆发到大规模的群聚的感染，嘛看到防疫旅馆伫个管理上的大漏沟。再起，立法院交通委员会这立委是轮流就阵来追问到诺富特饭店，明明一馆都毋是防疫旅馆，为什么让一般的民众甲居家检疫者参揽带做伙呢？这一连串失控的防疫的作为，应该食来负责的。伫个现场，这个交通部、华航甲桃园市卫生局是安尼杀来杀去。立委痛骂讲，这真正是踢球国家队。7、8楼是只有华航的机组员，没有外籍机师，没有外国籍。市长是这样子吗？后来有啊。对不起，不是，连部长到现在，部长大炮对准交通部长王国材状况以外，华航和诺富特群聚感染，一个喂一个，防疫管理的漏洞对倒位来的，一个杀一个。谁擅作主张让他混居？是谁？华航还是民航局？诺富特，所以我们要求华航要确认，是不是请华航代表来说明？诺富特旅馆是华航委托雅高集团经营，华航不能干涉他们的营运，包含人事。主管防疫旅馆的通市卫生局副局长黄点名上台，着急要找人上台，搁继续搬救兵。诺富特饭店一馆不是核准的防疫旅馆。7、8楼说是华航防疫旅社，饭店搁互一般的民众去住，病毒趁机会生团，向应该负责任。所以机组人员住进去航空宿舍本来就可以啊，重点不是混住的问题啦，重点在分区分流，你要管制好了。民进党的立委林俊宪道解说，因为唔是台顶的官员唔对，嘛唔是做伙大的问题，是饭店无做好分站分流的管理。疫情紧张，防疫的破空，谁对谁唔对，无应该干那看到大家互相的杀责任。